人過咗50，最傷身嘅唔係冇夫妻生活，而係明明個身體已經唔同後生嗰陣，仲死撐，仲逞強，仲以為只要次數夠多就代表自己仲有本事。我同你講，50歲之後，夫妻之間最怕嘅唔係少，而係暖；唔係淡，而係硬撐；唔係身體唔得，而係個心唔肯認老，唔肯順住身體變化去調。好多男人一到50幾，表面好似冇乜，照返工，照飲酒，照同朋友吹水，但心裏面其實好驚，驚自己開始老，驚太太覺得自己冇用，驚後生嗰陣嗰份能力慢慢退落嚟，於是就開始問50歲後究竟應該幾耐一次？有人話1星期一次，有人話10日一次，有人話1個月一次，有人又話愈少愈好，養精蓄銳。聽到最後個人仲亂，其實真正嘅答案唔係一個死數字。人過50，夫妻親密最重要，唔係計日子，而係睇你第2日精神點，腰膝有冇酸軟，心有冇慌，睡眠有冇亂，脾氣有冇暴躁，兩公婆之間係咪舒服尊重，心貼心。如果一次之後第2日成個人散晒，腰酸腳軟，心口翳住，夜晚瞓唔着，脾氣又差，咁就算你話自己幾有能力，都係過咗。如果之後精神平和，兩公婆感情更親，冇壓力，冇勉強，冇怨氣，咁就係合適。呢個先係50歲後真正要識嘅分寸。古人講房中養生，後世好多人聽到房中術3個字就即刻諗歪，以為係咩奇技秘法、壯陽偏方，越刺激越高明。其實真正有智慧嘅古人唔係教人春肉，係教人節制；唔係教人逞強，係教人息精養氣；唔係教夫妻互相消耗，係教兩個人陰陽相和。你睇《黃帝內經》入面有一句好重，原文係：醉以入房，以欲竭其精，以耗散其真。講白啲，即係飲醉酒之後，或者身體已經虛，心神已經亂，仲用慾望去耗盡自己嘅精氣，最後就會傷到真元。呢句說話放喺今日一樣好有提醒。50歲後，好多人白日返工壓力大，夜晚又熬夜刷手機，飯局飲2杯，返到屋企其實已經攰到眼都滲，偏偏心裏面仲要證明自己未老，硬要交功課。你話呢個係親密咩？唔係，呢個係用身體同自己鬥氣。年輕時可能捱1-2次覺得冇事，但50後身體冇咁多本錢俾你亂耗。陽氣唔係靠一時逞強撐出嚟，陽氣係靠睡眠、飲食、情緒、節制、夫妻和氣慢慢養返嚟。你越亂耗，越想證明，反而越虛；你越心慌，越怕失去，反而越失衡。我識得一對夫妻住喺旺角舊樓，先生叫阿成57歲，太太叫美蓮55歲。兩個人後生嗰陣一齊開過小店，捱過好多年。仔女大咗之後，各自返工，屋企壓力冇以前咁大。但人到中年，另一種壓力又嚟。阿成年輕時好好聲，覺得男人最緊要有本事，揾到錢，撐得起頭家，身體又要夠硬淨。到50後，佢開始覺得自己唔同以前。以前通宵執貨，第2日飲杯凍奶茶又可以開工。而家夜少少瞓，第2朝已經頭重腳輕。以前行樓梯3-4層唔喘，而家上2層都要停一停。更令佢唔安嘅係夫妻親密方面，佢發覺自己冇以前咁從容。其實呢個年紀有變化，好正常。身體氣血、睡眠、情緒壓力，樣樣都會影響。但阿成唔肯咁諗，佢覺得呢個係男人面子，唔可以輸，唔可以俾太太睇穿。於是佢開始亂試。朋友講邊隻補品好，佢買；網上有人講泡酒有用，佢又試。有人話50幾歲仍然要保持後生時嘅頻率，否則就會退化。佢更加驚。佢明明工作已經攰，夜晚又瞓得差，
仲勉強自己維持以前嗰套節奏。表面上好似係努力維繫夫妻感情，實際上係日日同自己條命鬥力。美蓮其實睇得出，女人同男人唔同，好多時佢未必介意你一時狀態差，佢介意嘅係你唔肯講真話，唔肯俾佢知道你辛苦，仲要用脾氣遮住自己嘅不安。阿成嗰排成日腰酸，朝早起身面色灰灰，食飯冇胃口，夜晚又容易心慌。有時太太問佢：你係咪太攰，不如早啲瞓？佢即刻黑面話：你係咪覺得我老咗？係咪嫌我唔得？美蓮聽到都委屈。佢本來係心痛先生，唔係嫌棄佢。佢想要嘅唔係阿成逞強，唔係阿成硬撐，佢只係想兩個人可以舒服啲、平和啲，唔好每次相處都好似考試咁。可惜好多夫妻去到50歲後，就係衰喺唔講真心話。男人怕被睇低，女人怕傷佢面子。男人用逞強遮住衰老恐懼，女人用沉默遮住失落。到最後，原本可以好溫柔嘅親密，變成一種壓力；原本係夫妻感情，變成交功課；原本係陰陽相和，變成互相消耗。有一晚，阿成同朋友飲完酒返屋企，面都紅晒，行路有少少飄。美蓮叫佢沖個涼早啲瞓，佢偏偏又覺得自己要證明冇事。結果嗰晚之後，第二日佢成個人散晒，腰背痛，心口跳得快，脾氣又暴躁。喺茶餐廳食早餐時，侍應遲少少落單，佢都差啲鬧人。美蓮望住佢，終於忍唔住講：你究竟係想同我好，定係想同自己鬥？你咁樣唔係愛我，係嚇我。呢句說話好重。阿成聽完初初好嬲，覺得太太刺中自己最痛嗰度。佢返到屋企冇出聲，坐喺窗邊抽咗半支煙，又熄咗。嗰陣佢先慢慢諗返呢幾年自己所謂嘅努力，其實根本唔係為咗美蓮舒服，亦唔係為咗夫妻感情好，而係為咗證明自己仲係後生嗰個阿成。佢怕老，怕退，怕有一日太太望住佢嘅眼神由依靠變成同情。可係佢愈怕就愈用錯方法，愈想證明就愈傷身愈硬撐，兩公婆反而愈遠。後來美蓮陪佢去睇中醫，又去做咗基本檢查，醫生都提醒佢50幾歲之後最緊要係睡眠、血壓、情緒、體重、運動，唔好亂食來歷不明嘅補品，更加唔好酒後勞累後硬撐。阿成聽到硬撐兩個字，面有啲紅，因為講中晒。中醫師亦同佢講，所謂養陽唔係日日逼自己耗出去，而係先唔好亂攝，先將根基養穩。你日頭火氣大，夜晚睡眠差，飲食又油膩，仲成日飲酒，身體裏面已經好似一盞油燈，燈油唔多，火又被風吹。呢個時候你仲加大火，只會燒得更快。真正識養生嘅人係先護住嗰點火，唔好俾佢亂燒。等睡眠穩咗，心情平咗，氣血順咗，夫妻之間自然會有和氣。阿成初初聽覺得好似冇乜新奇，因為佢原本以為會聽到咩秘方，點知講來講去都係早瞓、少走、少路，唔好勉強。但人到咗某個年紀，最有用嘅往往唔係奇招，而係你肯唔肯老老實實做返啱嘅事。之後幾個月，阿成慢慢改，佢唔再同朋友亂講自己幾有本事，唔再聽到補品就買，唔再酒後逞強。夫妻之間，佢同美蓮開始有商有量，攰就講攰，唔舒服就講唔舒服，想親近亦唔再急。好多時兩個人夜晚沖完涼，坐喺廳度飲杯溫水，傾下仔女，傾下舊時小店點樣捱過來，手拖住手已經覺得心近咗。美蓮反而開心，因為佢覺得先生終於唔再將自己當成一場考試，亦唔再將佢當成一個評判。你話佢哋之後係咪完全冇夫妻親密？當然唔係，只不過佢哋開始明白，50歲之後親密唔係求多，係求和。
唔係求猛，係求穩，唔係求證明，係求兩個人心裏面舒服，頻率自然少咗，但感情反而亂反。阿成後來同我講，以前我以為鎖陽係靠秘方，後來先知真正鎖陽係唔好亂耗自己，個心唔慌，個人先有力。呢句話其實已經講中咗古人房中養生最深嗰層。房中術不傳之秘，唔係神神秘秘嘅招式，亦唔係一味追求刺激，而係四個字：有節有和。節係知道自己身體去到邊，和係知道對方心裏面舒服唔舒服。50歲後，如果你仲死問究竟幾耐一次先啱，其實你已經問錯方向。你應該問：我而家身體係咪夠精神？我最近有冇熬夜、飲酒、發脾氣？我同伴侶之間係咪有怨氣未解？我係出於親近定係出於焦慮？親密之後，我係更安定定係更疲累？呢幾個問題比任何固定答案都準，因為每個人身體唔同，每對夫妻感情唔同。有人50歲仲好精神，有人40幾已經虛耗得好厲害。有人夫妻感情深，一次親近可以養情；有人心裏面怨氣重，再多都只係互相消耗。所以古人講陰陽，唔係死板講男女，而係講一種平衡。太過就傷，太少而心冷亦傷。最怕係不和，不和就算次數多都係耗，和就算少都有情。50歲後夫妻之間最難嘅，往往唔係身體本身，而係兩個人都唔肯講真話。男人怕一講就好似承認自己老咗，女人怕一講就好似傷咗對方面子。於是大家都收埋，男人收埋自己嘅焦慮，女人收埋自己嘅委屈。表面上屋企照樣食飯，照樣瞓同一張床，照樣一齊去飲茶，但心裏面已經隔咗一層薄薄嘅霜。你唔好睇小呢層霜，夫妻之間好多冷淡，唔係突然之間變冷，係由一啲唔講、一啲硬撐、一啲誤會、一啲面子，慢慢凍出嚟。到最後，男人覺得女人唔理解自己，女人覺得男人淨係顧自己感受，男人愈急住證明，女人愈覺得冇被珍惜，女人愈沉默，男人愈覺得自己被嫌棄。就係咁，一件本來可以令夫妻更親近嘅事，慢慢變成兩個人心裏面最難開口嘅結。阿成以為自己最大問題係身體狀態冇以前咁好，其實更深嗰層係佢唔敢面對自己已經過咗50，唔再係30歲嗰個日日捱夜都冇事嘅男人。佢以前喺小店做生意，成日搬貨、落冊、點數、同客人講價，一企就10幾個鐘，返到屋企沖個涼，第二日又可以照樣開工。嗰陣美蓮睇住佢，覺得呢個男人有力、有擔當、有火氣，雖然脾氣有時硬啲，但起碼撐得起頭家。到50幾歲，店務做咗，仔女大咗，兩個人生活平穩咗，阿成反而開始唔安，因為以前佢可以用我揾錢、我捱得、我身體硬淨嚟證明自己，而家呢幾樣慢慢淡落嚟，佢唔知自己仲可以靠乜嘢維持男人嗰份尊嚴。好多中年男人就係咁，佢唔係真係咁中意逞強，佢係怕一停低就見到自己老咗。有次阿成同幾個舊朋友飲茶，幾個男人坐埋一台，講股票、講樓價、講仔女，講下就講到身體。有人話自己食咗某隻補品，夜晚精神翻晒；有人話邊度有壯陽酒，飲咗個人亂粒粒。有人又講到好似50幾歲，如果少咗夫妻生活，就等於男人氣數衰退。阿成坐喺度，表面笑笑口，心裏面其實好似佢怕人哋覺得佢唔得，又怕自己真係開始退。返屋企之後，佢上網搜尋一大堆所謂秘方，買咗幾瓶來歷唔清楚嘅保健品，又偷偷浸酒。美蓮見到櫥櫃多咗幾樽古怪嘢，問佢係乜？阿成就話朋友送，補身啫。美蓮唔係傻，佢點會唔知先生心裏面有事啊？但女人去到呢個年紀都有佢嘅難處，佢想問又怕阿成覺得冇面，佢唔問
又睇住佢越嚟越緊張，越嚟越亂事，心裏面又唔安。夫妻本來應該係最親嘅人，但一牽涉到衰老、能力、身體，反而變成最難開口。其實美蓮最在意嘅，從來唔係次數。佢同阿成結婚30幾年，乜嘢風浪未見過。後生嗰陣冇錢，兩個人一齊慳；小店生意差，兩個人一齊捱；仔女細個發燒，兩個人半夜輪流抱住去睇急症。到咗50幾歲，美蓮想要嘅唔係阿成扮返後生仔，唔係佢每次都要證明自己幾有本事，而係兩個人坐埋可以講心事，夜晚瞓覺前可以一句今日辛苦你啦。出街可以拖下手，病咗可以互相照顧。女人去到呢個年紀，好多時要嘅係被尊重、被理解、被溫柔對待。偏偏男人越怕老，就越容易將親密變成表現。女人越覺得自己只係被用嚟證明對方能力，就越心淡。你話呢種心淡係咪一日造成？唔係，係一次又一次冇被聽見，一次又一次被對方嘅面子壓住，慢慢淡出嚟。有一晚，美蓮同阿成終於講開咗。嗰晚唔係因為大吵大鬧，而係阿成又食咗啲補品，半夜覺得心跳快，坐喺床邊出汗。美蓮嚇親，倒杯溫水俾佢，叫佢唔好再亂食。阿成初初仲想撐，話冇事，只係天氣焗。美蓮望住佢，眼都紅咗，講：你係咪覺得我同你過咗30幾年，就淨係睇你得唔得？你咁樣亂食亂試，我驚嘅唔係你老，我驚係你唔肯同我講真話。呢句說話，阿成聽完好耐都冇出聲，因為佢一路以為美蓮一定介意佢能力退。原來美蓮最介意嘅係佢將自己關起嚟，唔肯俾太太一齊面對。夫妻最傷嘅唔係老，係明明兩個人坐得咁近，卻各自喺心入面孤單。阿成嗰晚第一次同美蓮講：我係驚，我驚自己老，驚你嫌我，驚我以後冇用。一個50幾歲男人講出呢句，其實好唔容易。美蓮冇笑佢，冇刺佢，只係握住佢隻手話：我嫁你嗰陣，唔係淨係嫁你後生嗰陣個身體，我係同你過日子。你肯同我講，我反而安心。就係呢一晚，兩個人開始明白，所謂房中養生，第一步唔係補陣，唔係練功，唔係食咩秘方，而係心先要通。心唔通，身體再親近都係夾。心一通，哪怕只係拖住手坐一晚，兩個人都覺得暖。古人講陰陽相和，唔單止係講男女身體，仲係講氣息、情緒、節奏同心意要和。你帶住怒氣、焦慮、恐懼去親近，嗰個唔叫和，叫耗。你帶住尊重、溫柔、安定去靠近，嗰個先有養嘅味道。好多男人以為房中術係外面揾返嚟嘅秘方，其實真正不傳之秘就喺你屋企張飯台。你哋夜晚嗰盞燈，你肯唔肯聽太太講一句心裏話？你肯唔肯放低面子講一句我背？呢啲睇落平凡，但最養人。古人嘅房中養生，真正核心離唔開4件事：息精、養氣、安神順時。息精唔係叫你驚到完全唔敢親近，而係唔好亂耗，唔好為咗面子、為咗刺激、為咗同人比較而勉強自己。養氣係平時少啲熬夜，少啲怒火，少啲走氣，少啲貪食，令身體有本錢。安神係個心要定，唔好一邊焦慮一邊硬撐，唔好一邊經書一邊用親密嚟證明自己。順時係順住年紀、季節、身體狀態、夫妻情緒。今日攰就休息，病後未復就唔好急。兩公婆有怨氣就先傾開。天氣太熱太焗，飯後太補，酒後心跳亂，就更加唔好逞強。你睇古人講得最深嘅，往往唔係奇怪招式，而係節制同分寸。可惜後世人最鍾意聽神秘，最唔肯做平實。
結果越追秘方，越離養生遠。道德經入面有一句好啱50歲後嘅夫妻：知足不欲，知止不殆，可以長久。講白啲，即係人知道滿足，就唔會因為貪多而受辱；知道停止，就唔會因為過火而招來危險，咁先可以長久。用喺夫妻親密入面，真係貼切。50歲後最忌唔知足，唔知止。唔知足就成日覺得自己要同後生比，唔知止就明明攰，明明飲咗酒，明明心神亂都仲硬撐。你越唔知止，越容易傷身；越唔知足，越容易傷感情。真正能夠長久嘅夫妻，唔係日日轟轟烈烈，而係懂得喺適當時候收一收，慢一慢，問一句：你舒服嗎？你攰唔攰？我哋今晚早啲休息好唔好？呢句說話比任何秘方都暖，因為佢背後係尊重，係心停，係兩個人唔再用身體互相考驗。阿成後來有個好大嘅變化，就係佢開始唔再將朋友嗰套說話帶返屋企。以前朋友一催促，佢返屋企就焦慮；朋友一講補品，佢就心郁；朋友一講男人要保持能力，佢就覺得自己唔可以輸。後來佢慢慢明白，人哋喺茶樓講嘅10句有9句都係面子多過真相。邊個會喺朋友面前講自己失眠、腰損、心慌、夫妻冷淡，人人都講自己好，結果聽嘅人就以為自己最差。呢個就係中年男人好容易中嘅局。你攞別人吹水嘅話嚟壓自己真實嘅身體，點會唔暖？阿成開始少啲參與呢啲話題。朋友再講咩神奇補品，佢只係笑笑口，飲啖茶，唔再上心。返到屋企，佢反而多咗同美蓮散步。兩個人晚飯後行去街口買生果，行慢啲，傾下今日食咩，傾下孫仔幾時嚟，手偶爾碰到手，已經覺得自然。夫妻之間嘅火唔一定要靠猛先叫火，有時一盞細細嘅暖燈先照得長久。美蓮亦都變咗，以前佢怕講錯話傷阿成面子，所以好多感受都收埋。後來佢學識講得溫柔啲，但唔再完全沉默。佢會同阿成講：我唔係嫌你，我係想你身體好啲。又會講：我有時想要嘅唔係你做啲咩，而係你同我傾下。呢啲說話一開始講出口會有啲尷尬。50幾歲夫妻，平時柴米油鹽講慣，要忽然講心底話真係唔容易，但講開咗就慢慢順。阿成亦開始發現美蓮所謂親密，唔係淨係某一件事，而係一整日嘅感覺。朝早佢出門口前講句：你今日小心啲；夜晚返嚟幫手洗碗，睇電視時唔好一句句挑剔，遇到唔舒服肯講，唔好硬撐，呢啲全部都係親密。好多男人唔明，以為女人到中年就冷淡，其實唔一定。好多時女人唔係冇情，而係白日被冷落，夜晚忽然被需要，心裏面自然唔舒服。你平時冇溫柔，臨時想親近，對方點會放鬆？情要平日養，唔係臨時攞。呢一點正正就係古人房中術被誤解最多嘅地方。真正嘅房中養生，唔係將伴侶當成工具，唔係將身體當成戰場，更加唔係將自己嘅恐懼轉嫁俾對方。佢本來係一套關於陰陽平衡、氣血調和、心神安定嘅智慧。你哋平時相處和，飲食有節，睡眠有常，情緒唔大起大落，親密自然順。你哋平時冷戰埋怨、熬夜、酒後亂補，即使勉強親近都係傷。中年後嘅夫妻要由欲慢慢回到情，再由情養住氣。欲望如果冇情引導就會亂跑，情如果冇尊重承載就會變怨。氣如果日日被情緒同縱欲耗散就會虛。你想鎖陽唔係鎖住唔用，而係唔俾佢亂走。你想養生唔係一味補，而係唔再亂傷。你想夫妻長久唔係追求次數，而係令對方同你喺一齊時個心可以放低防備，
講到真正嘅三焦鎖陽秘術，你一定要聽清楚。真正嘅秘術唔係外面嗰啲神神化化嘅偏方，唔係一飲就猛，一次就返後生，亦唔係叫你50歲後仲同自己條命鬥力。真正古人睇得深嘅地方，係知道人身上嗰點陽氣，好似一盞燈。後生時燈油足，火力旺，你亂少少，夜瞓少少，飲多2杯，身體都仲可以頂。但過咗50，燈油唔係冇，但唔可以再亂燒。你識得護住，佢就暖住你下半世。你唔識護，日日吹風，日日加火，日日亂耗，未到真係老，就已經腰酸、神散、心慌、脾氣燥，夫妻之間亦愈嚟愈冇和氣。所以所謂鎖陽，唔係鎖住自己唔近人情，亦唔係一味壓抑，係識得將陽氣守喺正位，唔俾佢亂走，唔俾慾望兼住避走，唔俾面子拖住身體走。50歲後，夫妻親密要由火氣慢慢變成暖氣，由正名慢慢變成相識，由求多慢慢變成求和。呢個方向一啱，先談得上養生。方向錯咗，補乜都係白費。第一招叫先養神後養身。好多男人一聽到養陽就即刻諗補腎補腰補氣血，買一堆藥材補品走方返嚟，食到個人面紅耳熱，以為咁就係陽氣足。其實50歲後最先要養嘅唔係某一處，而係個神。神唔安，身就唔穩。心一亂，氣就亂，氣一亂，身體自然唔聽使喚。你諗下，如果你白日同人爭到面紅耳赤，夜晚返屋企仲帶住一肚火，或者你連續幾晚2、3點先瞓，朝早靠咖啡頂住，又或者你飲完酒，個心跳得快，個頭又喘，仲硬要逞強，呢啲時候你話係親密，其實係耗命。50歲後真正識養陽嘅人，第一件事唔係急住問幾多日一次，而係問自己：我最近瞓得穩唔穩？心情有冇太燥？身體係咪仲未恢復？有冇飲酒？有冇病後初疑？有冇同伴侶一肚怨氣未解？如果呢幾樣都亂，先休息，先養神，先將心放返平，呢個先係第一道鎖。養神唔係好圓，係好生活。晚飯唔好食到太飽，太飽則氣滯，身體重，心神都唔舒服。夜晚唔好一邊刷手機刷到眼光光，一邊又話自己瞓唔着。夫妻之間白日有爭執，夜晚唔好扮冇事，至少講一句：頭先我語氣重咗，唔好放喺心。你唔好睇小呢句，呢句就係安神。人心一安，身體先肯鬆。50歲後親密之前最怕嘅係4個字：走、路、病。走後唔好逞強，路後唔好勉強，路後唔好硬撐，病後唔好急住證明自己冇事。呢4樣一犯，就好似大風裏面點燈，你以為火燒得猛，其實好快就熄。真正養陽係等風停一停，護住火苗，唔好俾佢亂吹。你每晚早半個鐘放低手機，少飲一杯酒，少發一場脾氣，身體自然慢慢有回氣。呢啲唔好聽得太普通，因為世上最難嘅修行，往往就係普通事你肯日日做。第2招叫少即是養，何先愈多。呢一句50歲後一定要記住。好多夫妻最容易跌入一個誤區，就係用次數衡量感情，用頻率衡量能力。男人問幾多日一次，背後好多時唔係真係為咗養生，而係驚自己唔夠。女人有時唔想講，背後亦可能係怕對方覺得自己冷淡。其實過咗50，最準嘅唔係日值，係第2日嘅狀態。你親密之後，第2日精神平和，腰背冇明顯酸軟，腿腳冇沉重，心冇慌，夜晚瞓得穩，兩公婆心裏面更近，咁就算隔一段時間先一次都係好。相反，如果之後第2日成個人好似被抽拳，腰忽酸，眼神散，心跳亂，瞓唔好，脾氣又暴躁，甚至覺得對伴侶有怨，咁就係過咗。過唔係罪，
係身體提醒你要收，你識收就叫養，你唔識收仲覺得自己要再證明就叫好。有啲人聽到小即是養，又會走去另一個極端，以為50歲後最好完全唔親近，咁先保證，呢個亦未必啱。夫妻之間如果本來有情有愛，大家身體許可，心神安定，適度親密，可以養情，可以令兩個人有連結。最怕嘅唔係少係冷，最怕嘅亦唔係有係暖。燒而有情係養，多而大壓力係好，無而心寒亦傷。古人講陰陽相和，重點係個和字。和就係兩個人都舒服，兩個人都願意，兩個人都唔勉強，兩個人都覺得呢份親密係溫暖而唔係負擔。你唔好攞朋友講嘅數字嚟壓自己，更加唔好攞網上所謂標準嚟審判伴侶。每個人身體唔同，每對夫妻感情唔同，有人工作清閒，睡眠好，運動夠，狀態自然好啲；有人長期壓力大，血壓高，糖尿問題，腰椎痛，情緒焦慮，就一定要慢啲穩啲。真正合適嘅頻率係身體無虧，心神不亂，伴侶舒服，第二日精神唔跌。呢四句比任何固定數字都準。小即是養，仲有一層意思，就係唔好將夫妻親密變成唯一嘅親密。好多中年夫妻平時冇拖手，冇傾心事，冇擁抱，冇一句溫柔說話，偏偏一到某個時候就想對方即刻配合，咁樣好難和。50歲後嘅夫妻應該將親密散返落日常，出門口前一句小心啲，食飯時夾一做對方鍾意食嘅菜，行街時慢一慢等對方，夜晚睇電視時坐近少少，對方唔舒服時倒杯溫水，呢啲全部都係養情。情養得厚，慾望自然唔會咁急，心靠得近，身體親近先會變成壓力。好多男人以為女人要嘅係浪漫，其實到咗呢個年紀，女人最想要嘅好多時係安穩。好多女人以為男人只係要面子，其實男人深處亦怕被嫌棄。你平時多啲肯定，少啲冷嘲熱諷，多啲體諒，少啲翻舊帳，兩個人條氣就順，氣順身先順，情順事先順。第三招叫以情攝慾，以靜養養。呢招係最深，亦係最容易被人忽略。50歲後，慾望唔可以做主，情要做主；衝動唔可以做主，靜要做主。後生時有時靠衝動，覺得好似熱烈，但中年後如果仲完全靠衝動，就好容易傷，因為衝動一起，心火上氣血亂，理智退，身體承受唔承受得到，你自己都未必理。以情攝慾，即係用情分、尊重、體諒去引導慾望，唔係慾望一來就亂行。你要先問對方舒服唔舒服，先感受自己身體穩唔穩，先睇兩個人今日嘅氣氛和唔和。以靜養養，即係平時唔好成日令自己心浮氣躁，唔好日日追刺激，唔好將眼耳口鼻都餵到太滿。人一浮躁，陽氣就浮，陽氣一浮就唔歸根。50歲後最怕嘅就係表面火氣好大，內裏其實去真正好嘅陽氣唔係暴躁，唔係逞強，唔係面紅耳熱，而係穩暖定有精神有耐性。點樣以靜養養？好簡單，但要肯做。少熬夜，因為夜晚係身體修煉嘅時候，你成日熬，陽氣就冇得歸根。少飲酒，因為酒令人一時熱，過後更虛。少勞，因為勞傷肝，肝氣一亂，成個人就燥。少冷戰，因為冷戰最耗神，兩個人同屋住，卻日日心裏面打仗，氣點會和？再加多一樣，少亂補。唔好聽到保陣就買，聽到壯陽就試，聽到秘方就心喐。尤其如果有高血壓、心臟問題、糖尿病，長期食藥，亂試偏方真係可以好危險。你真係有長期功能困擾，
胸悶疼痛、明顯疲勞、情緒焦慮，應該正正經經揾醫生睇，唔好自己亂估。養生唔等於扶疾忌醫，古人真正有智慧，亦唔會叫人明明有病都死撐。懂得求醫，亦係懂得惜命。至於平時點樣做，夫妻之間可以定幾條簡單規矩，唔喺酒後、怒後、太攰太補、病後初兒時勉強親近。如果其中一方話攰，另一方唔黑面、唔冷嘲唔猜疑，先俾對方安心。平時要有非目的性嘅親密，例如拖手、擁抱、傾偈、散步，而唔係一親近就一定要去到某一步。身體狀態有變，就坦白講，唔好用脾氣遮住恐懼。夫妻之間唔好拎別人嚟比較，唔好講人哋幾多歲都得。呢句說話好傷人，亦好無謂。你同對方過日子，唔係同茶樓朋友過日子。你要聽自己身體，唔係聽別人吹水。呢幾條規矩聽落平凡，但做得到就已經係房中養生嘅正路。有人可能仍然想要一個答案，咁50歲後到底幾耐一次？我可以講得再白一點，冇一個人人通用嘅標準。有人身體好，夫妻感情和，可能1星期1次都安穩；有人工作壓力大，睡眠差，可能10日半月1次先舒服；有人有慢性病，或者伴侶身體唔適，可能一段時間以陪伴、擁抱、傾心事為主，亦都正常。重點唔係你跟邊個數字，而係你每一次之後有冇更健康、更安定、更親近。如果一次親密換嚟3日疲累，咁就唔值。如果少一點、慢一點，兩個人反而笑多咗、瞓好咗、怨少咗，咁就係養。古人講知止不殆，就係呢個意思。知道幾時停，唔係輸；知道幾時慢，唔係弱；知道幾時休息，反而係高明。你要明白，50歲後最保養嘅唔係一味追求房事，而係整個人嘅生活慢慢有返和氣。早啲瞓係保養，少啲嬲係保養，同伴侶講句好話係保養。唔再亂食傷身嘅偏方係保養，飯後行一陣氣血順咗係保養，遇到壓力唔再用酒頂住係保養，肯承認自己會攰，肯俾自己休息亦係保養。陽氣唔係單靠一件事養返嚟，係成個生活養返嚟。夫妻之間嘅親密只係其中一環，如果你其他地方全部亂，淨係喺親密上追求表現，咁就似屋企到處漏水，你只係喺牆上貼金紙，冇用。要真係養得住，先由睡眠、情緒、飲食、運動、夫妻說話開始，到最後古人房中術不傳之秘，其實就係節制2個字。節制唔係冷淡，節制係珍惜；節制唔係壓抑，節制係知道身體珍貴；節制唔係冇情趣，節制係令情分走得長遠。50歲後，夫妻最怕嘅唔係少一次，而係每一次都帶住焦慮。最怕嘅唔係慢一點，而係急住證明。最怕嘅唔係承認自己攰，而係用面子掩住身體求救。真正識鎖陽嘅人，係將心神鎖得住，將脾氣收得住，將慾望放得慢，將伴侶放喺心上。你唔再亂耗，身體就有餘地；你唔再逞強，尊嚴反而返嚟；你唔再用次數證明愛，愛反而有返溫度。所以如果你過咗50，唔好再怕同呢件事，亦唔好將佢講得污糟。夫妻親密本來可以係一份情、一份和、一份互相照顧，只要有分寸、有尊重、有節制、有求醫嘅清醒，就唔低俗，亦唔可怕。你今日開始可以唔再問自己我仲得唔得，改為問我有冇好好照顧自己，我有冇令伴侶舒服，我有冇用溫柔代替面子，我有冇做到有節有和。呢幾個問題問得啱，50歲後反而會活得更穩，夫妻關係亦會更好。房中養生真正嘅目的唔係令人馴育，
而係令人晚年少病少怨，身心有和，夫妻有情。如果你聽到呢度，覺得呢番說話對你有少少提醒，記得幫我點個讚，訂閱呢個頻道，亦可以分享俾身邊有緣人。你一個小小動作，可能就係將一份善念傳出去。願大家50歲後唔再被面子同焦慮拖住，身體和，心神和，夫妻和，晚年和順。如果你願意，由今日開始，少一分逞強，多一分節制，少一分冷淡，多一分溫柔，就喺留言區留低一個和字，等我哋一齊善念共振。